然后你懂得怎么做的时候都不海选，可是你不懂得怎么做就用海选。民进党是这样的，分赃分的平的时候就不海选，分赃分不平再海选，是这样。像像民众党下午公布那个有笑那么开心的，你自己也笑得很开心。那个电子报公布了新的民调，他说如果你真的参选的话，赢韩国瑜0.1%，会不会让你又起心动念想要选新年的2020？你有建议吗？您自己觉得？反正还离11月22号还很久嘛。但是现在就是外界认为，就是韩国瑜现在每天在制造自己的声量，然后让蔡英文的声量变小，他这样子其实是对他自己有利的。哎呦我不想当电视评论家了，这个下了这个公开场嘛，人家聊天我可以跟你聊，我可以讲很多，但是这公开场合也不用，反正这样的，每个人都会按照他认为他最有利的方法去做，那就这样，最后市场决定嘛。像你听得懂，就是韩国瑜说两岸关系是爸爸跟那个王八蛋的比喻。我跟你讲，我是那个高度逻辑的人，你知道吗？那这逻辑，觉得韩国瑜说蔡英文啊、林右昌还有郑文灿是白白胖胖是失言吗？那这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聊天，就说，其实我们台湾社会啊，为什么对这种，我说这个有新名词叫政治训诂学，训诂学你知道不知道？政治训诂学就是正事不干，他每天就是在一个字2个字在那边。而且有够可怜的，这国家那边啊那些。然后你懂得怎么做的时候都不海选，可是你不懂得怎么做就用海选。民进党是这样的，分赃分的平的时候就不海选，分赃分不平再海选，是这样。像民众党下午公布那个有笑那么开心的，你自己也笑得很开心。像针对那个社会住宅，昨天说那个8年20万户不可能，但内政部昨天以新闻稿回应说，台北市不是柯文哲的。不然台北市是蔡英文的吧？所以你觉得？没有啦，我是这样的，社会住宅是要盖的，不是用嘴炮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目前台北市正在施工当中，大概接近9000多，快1万户。所以是这样的，后来但是每一个社会住宅从规划到完工到进驻啊，恐怕都快要6年了。从多预算找地到真的人可以搬进去，所以老实讲，后来发现就我去韩国考察的经验呢。这变成要国家长期的政策，那就按部就班往前进，因为不要，所以那种户口喊口，后来发现喊口号没有用啊，我只是看，当时讲说那个8年20万户嘛，对不对？小英的8年20万，里面有5万户是我要负责的，那我就跟你说我做不到的，所以我跳票你一定跳票的，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，但是这个跳票不要紧的，就是说。就按部就班去做。其实我们现在，我后来算一算，你知道，恐怕是在我的皆有当市长的人，你知道，在第一个4年，完了大概有8000多户会完工。所以，因为我现在开工的，你知道，我这个任内开工的，也不可能在这个任内完工嘛。所以这种东西所以国家政策要大家讲好，然后不管谁当市长，就往前面这样前进。所以。这才是目标了啊！所以讲一个坚定的目标，那表达一个态度，这样就好了。打嘴炮干什么？对，所以还要写一大堆的这个。我不理你们公布一下你们。市长，那你怎么看？就是实力可能会把黄国昌列入他们不分区的第4名或第6名，你觉得这样子是？那黄国昌会被揍掉。所以你觉得实力不分区这次政党票不会拿那么高？不是啊，这个每3%才300多%才1个嘛。你排第4，那他表示他冲过10%，机会不是那么高。这实际算嘛，如果没有民众党还有可能，民众党下去，这样黄国昌会被做掉。那你觉得他排在第几会比较好？第